迄甲即个要记忆的迄名字啊，迄拢是咧管即个工作。哦。啊，若即个迄个物件若发生的时候，你受气，啊是你迄个有真大的即 emotional 的 reaction 的时候，迄款的记载的情况。哦，啊，若敢若，咱来今日开始吼，咱中间是咧讲即个跨入，啊，甲操盘吼。 啊，今仔日刷落来就是咧讲迄个不准，啊不准，大家拢会啦吼。啊，毋过吼，今仔要讲的是讲，若到什么程度就变做爱治疗啦。迄英语叫做 clinical depression， 临床状的即个忧郁症。啊，我捌伫中心捌讲医师的即个心理卫生的问题，李博士你要来以前啦。 啊，迄个时阵吼，即个脑的研究无遐尼发达，迄个是我当来差不多8年前啦。啊，即马最近即个8年来吼，对即个脑吼的研究进步真济啦吼。若讲当开始，若以前就退休的吼，大家遮拢看袂到，所以即个科学要进步了真紧。 啊，我的看法是讲，即个科学吼，去敲锤啦，去敲锤，有理设计，就是爱搁一摆就去敲锤。啊，若敲锤咧到底愈敲锤，真侪过去毋知的代志，变较知。啊，搁真心性的，愈知愈毋知。愈知愈毋知，即摆愈知影吼，真侪所在，咱过去想讲已经知的吼，过去咧教讲就是安尼，咧教科书拢嘛是安尼，啊即摆讲这拢毋对，啊所以吼，即摆迄囡仔吼，我computer安尼凊彩手安尼弄咧，啊咱当安尼沙无了，哦，这就是即个问题。啊，咱今仔日吼。 我看有几位即个新的来，第一位就是李博士，你介绍一下，家己介绍吼。我台湾基督教教会蔡尚南牧师。好来，啊以外有搁啥物人？好来，因为你是computer的专家，对看无来嘅。叫 Roger Micro CD， 看无定。好来，啊你的隔壁迄个。我叫文琪，和他太太。太太上多了哈，啊隔壁这个。 我叫做Susan，Susan。啊，你是迄个？在中心。我伫在中心啦，啊，阮婆婆去看老师的教会啊。哦，你婆婆哦，你来。哦，他是金融，他是金融。后来，个。 我名叫做吴琼荣，我是上次有机会写出来迄个林先生，跟林太太，他们实在是太棒了，所以即马开始都跟你这迄个做回来。哦，你因为你太棒，你才来。我就是学生，你有凊彩，我拢来去来。来啊，这边。 第一摆来，第一摆来，我第一摆来了，我是吕老师的朋友。哦。OK， 啊，对呀。拢。有来啦，迄无说呢。啊，你隔壁遐拢有啦嘛吼。OK，这边的这边。 你两个嘛，就小可介绍无。有几位啦，叫学生啊。要无来，他不来。听解。我姓张啦。对，啊隔壁。我是第6。对，你教会。啊，搁隔壁。我是想介绍的。我把你爸爸。姐妹。真的，他最小的。我来贵母叔在你公办的，我是公办的。
啊你无多牛甲对去，好来，咱即摆就是咧讲最近的即个脑的即个发达吼，啊，这毋是讲无伫遐，是咱无去敲找，所以科学是定咧变。On the other hand， 即个圣经吼，宗教是即个历史事实，啊，历史事实的时吼 ，once happened is enough。哦，所以迄个看法吼无相像啦。所以人咧讲，哦，啊科学咧进步，啊，咱圣经拢无进步。啊，圣经若进步吼，啊，就有咱定咧变就对啦。所以咱信的物拢一定，啊，你就有叫啦。哦，所以即个科学甲即个宗教吼，是两边是拢咧追求真理。毋过即个宗教是已经是有你较去敲找吼，我袂变啦。哦，因为神袂变，啊，即科学本身是自然科学，所以你吼愈敲做，你若相信讲上帝的创造吼，上帝所创造的遐尼奇妙，伊拢藏伫遐互你去找啦。哦，啊，若找较好的就 Nobel Prize， 啊，找无好的就无头路。啊，搞嘛是安尼，你若找无好吼，啊无发表文章吼，啊，就甲你抬头啦。啊，所以这实在是真奥妙的代志。所以我今仔日吼要讲就是讲，即个咱咧讲 depression 吼，主要我今日要讲，毋是讲即个忧郁症吼，是你家己无法度去控制无好发生啊。若有着即款病的人吼，像讲你着癌就是着癌啦。无啊 depression 就是去着就是有哪病就对啦。啊，这吼无治疗吼，讲要家己讲自然好，不可能啦。哦，啊，有诶着这 depression 就是想讲吼，大概我吼人较软弱，意志无坚定，所以才 depression， 这拢毋对诶观念啦。古早想讲是安尼，啊，古早是想讲啊，大概是老母较早甲我放屎，所以我吼有即个古早就有即款诶观念吼。啊，即摆去拄着代志时就 depression 哦，即款的即个古早的即个抑阁毋知的时的看法，古早吼医学甲科学吼拢是推想，啊，即摆甲想起来吼，实在是真侪拢是乱推想啦。哦，啊，咱拢科学讲科学就是事实，啊，科学会变，这是做科学的人若讲袂变吼，迄拢讲袂出哦。啊，所以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讲，打近来吼，即个对即个不足症的即研究吼，我先爱要甲恁讲吼，即个到底什么是叫做 depression？ 什么是咱咧讲的有病忧郁症吼？即个吼，即马古早是讲这是精神病吼，实在是有哪是即个 medical illness。爱去治疗 medical illness， 所以即个吼，你问题就是伊影响着身体，啊，甲影响着精神，啊，因为精神吼，大家拢有这精神吼，啊，看袂着，啊，所以才大家讲即个毋是身体的病，啊，伫医学咧讲就是咧讲，即个迄个医生来诊断叫做 major depression， 毋是讲普通的人吼。大家拢有 depression， 多少少拢会啦吼，恁家己拢有经验着。哦，啊是迄若抑搁一种叫做 clinical depression， 就是讲主要是吼临床上需要治疗的。啊，即个吼影响着你的感情，影响着你的 thinking， 啊，甲影响着你的即个行为。啊，所以吼，若着 depression 即个病时，我即马是咧讲 depression 的病啦吼。啊，恁无一定是病啦吼，毋过有这 depression 配疗，迄毋是病啦。啊，这 depression 的时会引起种种的即个情绪 emotional， 啊，甲即个身体的这种种的问题。啊，你无法度通照你平常咧工作吼，平常早起来吼，要刷口洗面吼，嘛无迄个力，哦。啊，外加讲，
来试试会较好。迄款的就是爱治疗啊。咱普通吼，反正嘛感觉讲啊，人生真无意思哦。啊，过即个人生，迄一时一秒钟，迄拢无算啦。哦，这是讲咱逐日至少爱若要有诊断，医生甲你诊断，爱经过2礼拜，逐日2礼拜。哦，啊，袂困哩，袂食啦。吼，我会阁讲吼，我即摆是咧讲一个大概啦吼，啊，再来讲即个最近的即个进步，啊，再阁讲治疗，啊，要安怎预防吼。过来就是讲，即个人古早是讲啊，伊精神无迄个力啊，哦，就是遐尼欠缺 energy 哦，家己去造成 depression， 毋通甲这 depression 的人看作安尼啦。 迄是一种，毋是一种的软弱啦，啊，毋是讲一种你讲你想讲你甲想讲无 depression 就无 depression， 迄去钓着人，恁大概较无迄个经验吼，阮是看诚济就是安尼，哦，啊无法度通讲忽然间吼 simply snap out， 哦，这是较不可能啦。所以即款的需要治疗，啊较。 亲像糖尿病，啊，甲即个血压悬吼，这拢需要治疗。啊，问题就是，咱普通人讲，我吼得着糖尿病，哦，这较公平。我血压悬，大家拢嘛讲，怎样，拢敢讲。你得着 depression， 大家煞毋敢讲，这就是吼，因为大家想讲 depression 是你本身是真 weak。 我大概是你毋知有做啥物歹代志，我迄个圣经内底嘛是咧讲，哦，你大概你过去有犯罪咯，啥物咯吼，哦，啊，所以才 depression， 就是安尼吼，对从细体到即嘛吼，啊 depression 毋敢互人知影，哦，见效，哪有啥物？你着肝病拢袂见效，着 depression 拢见效，所以这就是爱大家爱改即个观念啦，哦，过去吼。 若讲着癌，大家拢毋敢讲。我即摆有时咧是一间cancer center， 我嘛真侪人出伫咧，啊，真侪人去咧检查嘛，毋是 cancer， 真侪机器拢伫遐吼。啊，所以吼，即个时代一直咧变。啊，即摆即个 depression 吼，无掠做讲这是一个 stigma， 英语叫 stigma 吼。所以主要是要治疗吼，爱用药啊。 啊是用即个counseling， 啊是用一种的物理的治疗的法度，我才搁简单说明。毋过我甲你压小啦吼，你袂当讲今日听了后，你转倒我就来人治疗啦。哦，这。迄个变老大先啊。无啊，无你即摆你甲知影去读吼，啊家己嘛会去钓着。哦啊，医生知影诚侪，嘛是真侪医生着 depression 吼，所以医生看肝的即个医生吼，伊嘛会着肝癌咧。看高血压的，伊嘛家己咧食高血压就好咧，小伤啦，袂讲啊，你做医生你哪会去钓着？啊，都要钓就钓咧，都是安尼吼。所以即马吼，症状是啥物？咱大概即症状吼，毋通甲想讲，即个症状是，咱即马我甲你讲，恁大家拢知影，咱拢有经验啦。毋过咱经验是拢一时啊，吼。啊，未可以影响着咱的迄个政策，袂去影响着。哦，啊，即个主要是吼，第一就是阮若咧看病时，拢是看讲到底有感觉讲伊讲真悲伤，啊是真无幸福。哦，啊，毋尔干那安尼呢？感觉讲真安尼坐个坐袂调，徛袂调。哦，啊，容易吼失去即个你平常吼有法度通忍耐的代志，无法度通忍耐，小可代志都我 frustrated。啊，做代志吼，普通你爱做的代志，做了会感觉讲安真 pleasure， 哦欢喜，啊是有兴趣。毋过若着着即个病时吼，都拢无。即个，你平常煮菜吼，正路煮菜人嘛是感觉做了都无迄个兴趣就对啦。
啊，佫即种真济拢是开始吼，袂困难，袂困难上要紧。啊，袂困了，学袂家己食爱困了啊，佫愈食佫愈袂困，佫愈食愈济，啊佫愈着急，这就是问题啦吼。啊，佫即种就是即个食米，感觉食米吼无迄个压力来，无迄个食欲吼，食欲无吼，啊是反转吼，所以感觉入过上了后吼，一直爱食，啊食甲一直大口个吼，所以即个。啊，我拄则讲的即个，还佫一种，大家想讲 depression 就讲袂简单。depression 吼，真侪有真侪 agitation， 坐也袂调，徛也袂调。啊，即个吼，想代志也较慢去，吼啊行路也较慢，吼啊种种的动作也较慢。啊，所以吼有诶吼，煞精神错袂集中就对了。所以这 depression 对着吼，实在是真凄惨，真凄惨。人拢完全无相像去啦，啊！恁今仔会来遮的拢毋是啦吼。啊，毋是讲着 depression 就真见笑，即点我爱强调。啊，毋是讲 depression 就是讲信用无够，哦，啊去教会找牧师讲啊，你最近无读圣经，真感觉罪恶感。祈祷无够，哎，着病你个祈祷无够，祈祷是有啦。你若上帝要甲你吼，你有心者吼，拢会好啦。毋过，所以吼，即个遐尼严重了后吼，煞变做家己感觉讲，我的人生哪会感觉无相像？失去家己的自信心，啊，失去家己无感觉讲，我就是我的以前的我。你安尼变做，迄感觉拢无相像。哦，啊，过来就是讲，感觉讲吼，真凄惨，啊，真无幸福，啊，佫吼，毋知影。普通咱咧讲拄着代志咧无幸福，就是毋知，就是知影讲大概发生啥物代志，去互太太骂了吼，啊，去互先生交代了吼，啊，去互囡仔吼。骂啦，种种啦吼，啊，甲囡仔讲话讲袂通吼，迄拢会感觉安哈平，毋过迄毋是即款的，即迄个政治无相像，啊，毋知影讲家己是安怎开会安尼，吼，所以一个即个 depression 的即个症状拢无相像，一个无相像，才是问题啦。你若讲，干那哦。咱拢想讲身体的病吼，大家拢对着拢相像，你著知影若做医生了，一个感冒的时的表现都拢无相像，哦，有诶较会梢，有诶袂梢，哦，有诶落屎，有诶袂，哦，啊，有诶食物食袂好势，一个，咱的身躯是真 individual， 哦，啊，无重要。可能想不透来的。我在你听那个。Depression. 哪里来啊？瞧我和他多对virus。不是 depression。为了 depression。他们来不爱走了。depression。顶多误会。我录进去。应该刚好。我甲恁考试吼，我拄仔食讲个遐吼，看偌济啊年纪啊，
哦，什么是 depression 吼？这大家拢会知啦吼。没错，我知我拢有准备，啊，我就行了。后来，咱即马我只讲的，就是咧讲，吼，即个 symptom of depression 吼，是一个无相像。啊，有诶感觉是真 miserable， 啊，有诶是感觉吼，即个感觉家己这人吼，煞变做无相像啦。吼，啊，即个甲即个遗传诶因素，啊，甲即个年龄，甲即个性别，啊，甲文化背景吼，拢有真大诶关系。因为安尼诶关系吼，所以才逐个无感觉讲 depression 就是病啦。因为伊迄去影响着脑。啊，大概伊即个到即摆咧研究吼，无讲完全知影哪会忽然间变做安尼。啊，即款诶 depression 吼，拢毋是讲有啥物代志才发生，是发生了，咱拢甲推想家己假后讲，啊，就是安怎？哦，实在是无啥物代志发生即个 medical illness。啊，毋过咱家己去甲推想讲，啊，迄阵啊大概是失恋咯吼，迄阵啊大概是啥物代志？考试无好势，大学入学无好势，所以才 depression。啊，这实在是真错诶关系是相反，是因为 depression 了后，才甲大学考袂着，因为 depression 了后，才交迄个对象交了袂好势，哦，所以这就是啊，所以。即个 depression 吼，有即个咱的身体生物质的即个原因啦吼，就是即个主要是即个脑受影响。啊，到底倒一搭安怎引起吼？即摆还搁咧研究，啊，好不哩慢慢啊会去找着。我今日小可要甲恁讲最近的即个研究的结果吼。就是伫即个脑的内底吼，有即个 chemical， 即个化学的即个物件吼，互咱人犯着啊，即个咱的即个情绪吼，啊是咱的即个思想吼，拢因为有遐个 chemical， 咱才有法度通感觉幸福，感觉悲哀，啊感觉讲爱要做啥物代志有兴趣，啊若遐个迄个 chemical 吼，化学物吼，若起好袂好势，啊，就会引起 depression。搁一点就是即个荷尔蒙的关系，即个荷尔蒙吼有爱着有 balance， 吼，啊，即个 balance 就是咱的身体内底荷尔蒙有几啊种，啊，一种是男性的荷尔蒙，甲女性的荷尔蒙，啊，即两个吼，若无好势咯，特别是女性伫即个更年期，哦，即个伊的即个女性的荷尔蒙哦变较少，哦，啊是男性嘛是即两个若未好势，拢有关系。啊，毋过主要毋是遮做主要，其他是即个咱的即个甲状腺，哦，啊是即个没有我拄仔已经讲，个身体的情形吼。有哪会影响？维他命无够的时，哦，有哪会引起？哦，啊，即个甲状腺，啊，即拢去影响到即个荷尔蒙。啊，荷尔蒙较要紧的就是即个冠神经的即个荷尔蒙。哦，一种是互即个血压悬起来，一种血压低落去吼。即两个拢是有即个对抗的即个作用吼。即若袂好势，拢会引起问题。所以。抑搁其他就是讲，若 depression 即款的忽然间开始无原因的即 depression 吼，伫厝内吼，若有家族摆着安尼的时，较容易即款的人较拄着即个代志的时，较容易发生。毋是讲逐个拢安尼啦。啊，即马阮咧做的研究就是要发现讲，啊，到底是对一个基因吼，基因。对父母传落来的基因，即个去引起即个 depression，
即若找出来吼，以后就是针对即个来治疗。所以真侪即马已经发现有可能性的即基因，毋过还未我未做即个结论。所以人若有人甲你讲，我发现着即个实验的法度吼，你来我做一摆10000块。就是咱知影你有 depression 无，迄拢甲你讲袂使，迄个甲你骗钱。我倒是甲你讲，阮咧做，还未到迄个程度。所以还佫一个就是讲，若即马研究讲是真即个早期伫儿童时期吼，真少年的时，若有拄着即个 trauma， 就是讲有人 abuse， 是父母过身。安尼的时，近来则知影讲，即款的早期的即个精神的即个问题吼，刺激吼，即个影响着脑的即个构造，即马发现讲真有即个关系啦。这是讲 potential cause。即个 depression 的时吼，会引起其他的问题，因为 depression 为着家己要治疗，啉酒。食种种的药所以才变做酒鬼，毋命干 depression， 佫变做无啉酒煞袂使，佫无食即个药佫袂使，佫种的 depression 就是吼，一直想过去我哪会迄个代志安尼去做，拢定咧想讲我无应该安尼做，迄个时阵我都安尼做，拢去想过去的即个伊应该着做，叫做 rumination。即真侪即 depression 的患者就是安尼，佫我顶班讲的即个 anxiety 就是安焦虑，毋知影为着啥物代志咧焦虑，佫引起即个心脏的毛病，佫 medical other physical condition， 佫即种我顶班有讲的即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当代志拢安尼小可代志拢要做甲真认真佫爱 compulsion， 引起煞是家庭内底甲丈夫、甲太太、甲囝儿的关系未拄好势，因为 depression 的关系，所以即个 relationship 就愈来愈歹，就无爱甲人做伙，佫再来就是想讲要自杀，即个上要紧就是普通看患者哪阵感觉要好的时才自杀，安怎呢？就是要好才开始有力，伫真 depression 的时无迄个意志，讲真正决定要去自杀，差不多伫要好的时伊开始有力，想讲即个时阵有甲掉头安尼，这就是即个问题就是安尼。即摆我咧讲最近的即脑的发现就是讲，咱即个脑即个头前的部分就是 forebrain， 即个所在就是咧管咱的思想，管咱的感情，管咱的真侪所在。即个最近才知影讲，即个是主要的所在啦。所以即个脑的即个所在就是影响着即个边啦。主要是即个脑的头前即个 cerebral cortex， 大脑的即个皮质即个 cerebral cortex 是咧 control 即个思想，若即个去钓着的时你着拢想遐迄落歹，当代志拢想对歹去，这就是 depression 的主要开始的时，拢真悲观啦，拢想原计好的代志拢想对歹去安尼所以即个就是我即摆咧讲即个头前者还佫有诶就是即个。这 screen 袂使 ，OK， 安尼卖，安尼所以这真侪脑的主要即个咱咧管思想的所在 ，depression 那阵有影响。佫一个就是较要紧，我定咧讲即个咱感情的问题就是即个我讲即 orange 即个部分即
即个就是咱普通叫做讲 limbic system， 即个甲感情真悬，拄则大脑即个前叶吼，迄就是咧管思想。啊，即马即个下骹我咧讲的遮吼，就是咧管咱的人的即个感情。啊，即个甲 depression 真有关系啦。啊，即个 structure 吼，影响就是主要是即个做即个 hippocampus， 我定咧讲的即个海马吼 ，hippocampus， 呀 ，hippocampus 即个吼，甲记忆真有关系吼。啊，毋过甲即个 depression 有真有关系啦。啊，搁我以前咧讲叫做 amygdala， 哦，即个 amygdala 伫遐吼，哦遐，恁家己看啦吼，恁哪会出来？即款我懂。啊，对啊，就是这个 limbic system， 这个拢总吼 limbic system， 哦，啊，我拄仔咧讲的这 hippocampus 就是这个海马，跟那是海马的形叫做 hippocampus， 哦，啊，这个所在 amygdala 这头前这一个管感情，哦，啊，这个 hypothalamus 就是咧管这个内分泌的这荷尔蒙所拢对这影响，哦。啊，即个整体咧，遮也是管遮拢总个吼。我顶摆已经讲起即个问题吼。所以，若是 depression 最近的研究就是讲，即个啦，主要是吼，即个hypothalamus我拄则讲的即个吼，即个管即个内分泌，所有的荷尔蒙拢是对遮有关系啦。啊，若即个有 secretion 即个 CRF。corticotrophin releasing factor， 对我拄仔来讲，这 hippocampus， 若出来了后，伊去刺激着这 pituitary gland，pituitary gland 就是内分泌的这个总线，所以这个 cortico 对 hypothalamus 去影响着 pituitary gland， 哦，啊 pituitary gland 的时吼，就是会 secretion 这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这个会 stimulate 来到这个肾上腺，哦，这个去影响着肾，这个肾啊，吼，啊，咱中医讲，这个肾脏较无力，迄种无影的，迄是主要是咧讲这个肾上腺古早因迄句袂出来吼，是这个肾上腺的这个叫做 adrenal gland， 咱的这个荷尔蒙是对这出来了后，会去影响着这个 adrenal gland release cortisol。啊 ，cortisol 会影响着一个人的这个mood， 哦，所以这个 cortisol 会去影响着这个人的mood，这就是主要是咧讲 cortisol depressed mood， 啊，差不多50% of people with severe depression have great cortisol levels，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所研究的，所以即马就是咧讲看要安怎来用药啊治疗，甲长这个，还是甲长这个。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对象。OK， 哦，啊，搁有这个吼，这个细胞甲细胞吼爱 connection， 啊，这个细胞的 connection 是起初是用这 chemical， 啊，则 translate into 这个 electrical connection， 咱的细胞甲细胞爱 connection， 啊，这个 neurotransmitter 若无好势时吼 ，connection 无好，啊，就引起种种的这个depression 的问题。所以即摆咧研究就是讲，要测验吼，到底有 depression 啊无 depression， 都爱去找这叫 neurotransmitters connection 的这个问题。啊，其中会使甲讲，一种是 serotonin 就是互咱的这个情绪和关爱。啊 ，noradrenaline 甲 dopamine 拢是甲 depression 有关系。
所以即摆现在咧用的药啊，拢是要保证即个serotonin啊，甲即个noradrenaline看会当增加。所以用的药啊，拢是咱的即个吼，是开上了后，吼接收了后，拢会阁随排泄。所以即摆迄药啊，拢是看要安怎，互伊袂排泄出来，或者即 serotonin 会当增加。所以即摆真侪的药啊，拢是应用即个法度啦吼。所以，若要来预防讲即个，即 depression 搁再发的时吼，就是爱真侪，迄个咱爱真注意啦，就是即个吼，以前我有 depression， 要安怎互我袂搁再发吼，有真侪即个要紧的所在爱注意就对了。所以就是讲，迄个爱训练有迄个。depression 的时，看要安怎来 coping， 哦 ，how to live。若有刺激的时，看要安怎来 cope。啊 ，common sense 的即个就是讲，毋通吼，你个 expectation 伤过大，爱有现实 realistic task or goals in every life。咱普通拢是吼，想讲要做较济。我爱知影讲，咱会做偌济，爱去计划安就对了。啊，特别若是即款的人，爱着有真侪吼，较了解伊的人，甲伊较帮助。啊，伊个 relaxation， 这真要紧。啊 ，participating in 迄个普通的时吼，伊爱互伊有即个 pleasurable 的 activities。啊 ，engage in exercise， several times a week， 这真好，真好。我家己本身是逐日游水，这对我的即个健康真好。啊，即摆即个，我毋是讲这要甲恁讲吼，啊，你着随时会当去变做 therapist。主要的即个 medication 就是有种的 depression， 即个 medication， 我今仔日甲你讲一种，就是我才讲的 serotonin。Antidepressant generally categorize how they affect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chemical in your brain to change your mood. Example are 即马主要来讲，拢是讲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所以即马伫咱以前普通咧开的拢开即 Prozac 就是叫做 SSRIs， 是即个要吸即个 serotonin 吸收了后，拢随甲排泄掉。伊即马这药啊是甲 block， 互伊 serotonin 会当伫即个细胞的即 transmission 的中间，互伊 keep longer。所以抑佫有就是 norepinephrine 即个甲 dopamine reuptake inhibitor， 拢是我才讲的迄吼，互伊伫身躯的内底、脑的内底较久，互伊即个 cell 甲 cell 的 neurotransmitter 会当 continue to be there， not to be expelled out right away。啊，其他吼，较心理的方面吼，就是爱心理治疗啦吼。啊，毋过近来个心理治疗，就是咧讲，看要安怎来，互即个人的即个思想，看要安怎来改变，毋通互伊想对歹的所在。当然呢，病吼真严重的时吼，就爱用药啊，互伊看会当改变。啊，毋过吼，若较好起来。就来用这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互伊会当即个想法吼，会当改变，看较好的所在。如果 depression 真实你也是无法度。啊，佫一种就是心理的治疗吼，一种就是要不这药啊，以前拢是用即个迄个电气治疗。啊，电气治疗吼，到即摆也毋知影讲是安怎甲有效。啊，即个真侪医学的即个发现拢是 accidental， 就是一个医生看去讲，啊，即个患者吼 depression 的时吼，哪会伊拄仔去着这癫痫，啊，若发作有即个抽筋的时吼，啊，哪会就拢全好去？即摆佫再发作，啊，即摆就佫发作的时就佫好去，所以讲，按这来甲。我人工的互伊吼，
发作，互伊进即个空包着，啊，所以就去用药啊，用药啊吼，用药啊去用看会好发作，啊，用药啊要量吼真歹调啦，啊，所以落尾人就咧讲，我来用电甲电看卖，啊，即摆脑吼电落到地吼，煞有影电规排全depression全好去啦，哦。 所以这拢毋知影，这个叫脑瘤不来日嘞，我嘛毋知影是安怎，到即摆研究才知影讲是安怎吼，大概知影。电落到地吼，即个伊个原底迄个chemical吼，即个爱到迄个细胞或者细胞膜 cellular membrane 的 transmission， 电落到地伊会变化，啊，所以内底应该出来就出来，要对外口入来。 伊个 cell 的 permeability 增加，这就是即马一个学说啦。啊，即马就爱确实证明讲，啊，若安尼的时，就毋免用电啦，用其他的法度吼，互伊即个 cell membrane会当 permeability 会改变吼。你咧读电气的吼，这毋知安怎电气，啊，即个叫做脑瘤破了后。 伊嘛毋知影讲是安怎甲真侪现在的药啊吼，拢是偶然的发现，无一个想讲啊，我安尼来做，啊，就会出来，拢无啦。即摆恁咧用的药啊，拢是试看卖，啊，试了才讲行。啊，即摆咧用高血压嘛是安尼，啊，高血压就知影讲即个血筋吼，迄动脉若甲收缩，啊，伊就悬起来。啊，所以甲用一寡药啊，互伊动脉的即个神经吼，互较松去。即摆咱咧用的药拢嘛是安尼，吼。 啊，真侪拢是安尼，啊，伊个荷尔蒙会用法来有，啊，所以即马吼，即个愈来愈多，所以即个吼，现在是安怎？若药物的治疗，其他的治疗拢无效的时，若是 depression 真严重，特别爱要自杀，要救性命吼，一定爱做。啊，起初患者拢反对，家族也反对。 啊，毋过正经若治疗了好势，好拢送物送甲二送送，会安足感谢就对了，足感谢，人完全忽然间 snap out， 啊做吼，即摆愈来愈进步，就是古早吼做是，我伫台湾咧做时是，吼，拢无麻醉呢，吼啊，到顿了都吼空包去，即摆吼。 进步台湾也是安尼，即摆伫遮阮咧创吼是做迄个麻射，互伊即个全那阵咧全身麻醉安尼啦，暂时的全身麻醉，啊人拢毋知影，啊甲变，啊即摆我研究了，啊即摆有咧研究讲，我来一组是无通电，哦啊一组是有通电，啊看即个是到底安尼甲创有通电较好，还是无通电较好？啊通电有空包上。 就是这 depression 会非常间好来，啊，所以即摆吼，啊好来了吼，即个记忆差不多几个月中间较袂好势，因为即个脑的这细胞受影响，毋过差不多3个月后，拢会阁完全恢复，完全恢复。所以即摆研究了讲，啊哪会即个记忆会遐尼差？啊，因为记忆主要吼。 会影响的所在就是，即讲话咯，种种拢是伫即个脑的倒手边，较重要的拢是倒手边。正手用正手的人拢是倒手边的脑，啊，用倒手的是拢是正手边的脑，所以就爱问看你是用倒手还是正手？你若用正手的时，即马要电的时吼，对即个电即个正边，啊较袂去影响到记忆甲讲话，哦，所以这叫做用的老头。 古早是拢白啦咯，啊，即马是爱训练讲吼，会晓甲咱电一边尔。啊，搁一边，即马咱拢用即个 magnetic， 互咱迄个去做迄个neuroimaging 吼，嘛是用 magnetic。啊，即马咧讲，啊，咱就直接用即个 electricity， 咱来用即个 magnetic stimulation， 吼，这恁这恁哪做唔晓啦 ？magnetic stimulation， 即马吼真侪拢是用。 magnetic， 所以 electromagnet， 互伊即个 current， 甲即个
以前的即个 electricity 烧伤来 stimulate 即个 brain region， 吼会互即个 mood 会 control 较好势。所以愈来愈研究，最近才知影讲吼，即个吼毋仅干那对大人，对囡仔，若即款病时有哪有影响，有哪有即个 effect， 吼无啥即个 side effect。所以即摆即拢即试验的中间，毋过吼现在吼，即个 insurance 敢若要配即个用 electricity， 伊大概甲电力公司较有关系吼。毋是啦，我咧讲讲笑，即个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即摆 insurance 无要配，因为吼也未完全所有的即个学者拢赞成。所以你若买吼，一摆敢差不多2000块，一摆2000块，毋是敢若做一摆尔，爱做一个 course 吼。所以即个就较好个人才会堪入啦。所以若会当做迄个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这是咱咧讲吼严重的 depression， 若无赶紧互伊好开，会全袂好。所以这叫做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OK。我即个讲的吼，毋是拢我错的啦。当然一部分是我即magnetic的即个设备。搁再来就是即个吼其他的真侪即个研究，就是咧讲即个我拄仔才讲的 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 即个 hypothalamus 咧管感情的吼，pituitary 就是分泌即个荷尔蒙，即个会去管着即个 adrenal。肾上腺的分泌吼，即个甲即个 patient 有啥关系？甲治疗 cancer 即马也有人咧用即个即款的看法来咧治疗。所以我拄则讲的吼，毋是乌白讲啦吼，毋是讲我很高，即种我的，毋是。恁即做科学的研究的人吼，都爱吼别人所创的拢，你若对遐讲爱写出来，毋是讲咱乌白讲吼。所以即个是真要紧做科学的一个法度。我今仔日吼，确实咧，其中停电啦吼，电咱真要紧啦吼。这电插无好，所以咱遮小可用一个时间。所以即摆我爱 open， 有人即个问题了，才来蔡秘书吼。今仔日以前拢是李牧师，李牧师当年蔡牧师讲了，你若爱买过牧师吼，咱叫伊三个牧师嘞。要不还过遐一个，恁姨啊，你嘛牧师敢毋是？牧师。毋是，好心啦。第三，等你。转去啊。即礼拜来讲道咧。你毋是啊吼，你是。哦，你读音乐的，你是伫海军咧做迄个了，还是？对 ，Parliament Defence 啦。对，Defence，对，你都捌来。我都甲你讲过。所以我也无 depression， 你若 depression 咱记得袂好势。OK， 我讲的拄仔吼，我是这拢，这若要互伊下面学生的迄个讲义吼，无讲安尼啦。是足紧的，拢像即个adrenal，即拢毋免讲啦，迄种逐个拢若像 ABC， 逐个拢会晓。所以讲咧到袂较简单，我要准备嘛，免准备甲遐尔。迄个照安尼科学的即个发表落去讲就好。我来，我来。那个荷尔蒙伤少的是会使讲，若伤济时阵呢？伤济哦。嘿。伤济。是讲我伤济，我可能较食迄个来种的物件。什么人讲若迄个荷尔蒙会较济？毋是人，我毋知啦，我毋知原因啦。过我迄个血液检查出来，伊就讲我荷尔蒙。什么款荷尔蒙？你讲什么？我毋知，迄个敢若胰脏还是什么款？哦，迄大概是咧讲你的即个荷尔蒙吼，迄荷尔蒙。还是女性荷尔蒙？无得甲 estrogen， 迄我都通得来出来。迄敢有严重？无咧。estrogen 的严重就是安尼啦，伤济的时吼，较容易，若是有癌的时吼，容易即个癌的即个growth 较紧。
因为迄是甲女性的荷尔蒙有关系。啊，迄个男性就是迄个男性荷尔蒙，即个 prostate。恁知影 prostate 安怎叫做？肾腺。叫腹腺。啊，迄就是男性荷尔蒙伤济啊，都会较大起来。啊，要治疗都爱用 estrogen 安尼啦。所以即种 estrogen 甲即个 androgen 这是有对抗的即个个。啊，即马较要紧的就是即个thyroid 就较悬较低，这拢有影响种种的即个人的即个情绪。OK， 啊，还有啥物？好来。这个电疗有研究，这个电疗较有效，还是用磁疗？这磁疗这最近才出来。即马研究的结果因为即个磁疗打出来，也未有讲去 compare， 啥物甲insurance无去配，就是讲伊迄 effect 无逐个拢公认啦。所以即马就爱两边落去 compare， 看 compare 了后，看到底是对一边较有效。当然若较有效，insurance伊较省钱咧，就会出来。所以即马也未。FDA 已经有准，毋过insurance无配，所以你就爱家己出钱。来。你电那是交流的电流，还有迄关系？这是安尼，即个普通若伫台湾的时拢是台湾的迄电是台湾的电视迄个主流还是交流？交流。但是你60分，你讲60分，是啊，是啊。用60分嘿。电脑要几久？袂啦，电脑到就阵人都毋知影去啊。虽人毋知影去，是即马美国进步较袂使安尼啦，安尼不然间，所以就拢先咱像去咧外口咧治疗的时用麻醉这麻醉是注较少，互伊干那迄个要电的以前人毋知影啦。家己即个空包上了后抢，就拢好势安尼。这是即马咧做法度是安尼。毋过即马新的药出来了后，即个电疗愈来愈少，就是讲即个药甲其他的治疗的法度，若无效，才来用。以前是拢无这药嘛。来。这个question我有看 adrenaline， 叫 noradrenaline， 这兴奋的。这是安尼啦。adrenaline 甲 noradrenaline 就是干那迄个 chemical structure。咱平时是伫遮，平时你解释一下。adrenaline 甲 noradrenaline 是咩？大家话恁这。chemical structure 降一个 CH3 的东西都可以。同一个康蒙。所以迄个影响迄个放射有啥感觉？是啥？很类似。很类似，是对治疗无啥。这是安尼啦，阮嘛是也无啥清楚，就是迄个治疗的时有的患者是用即个adrenaline，互伊较坐起来有效。毋过adrenaline坐起来的时患者会伤过紧张，所以迄个甲解开了后即个用 noradrenaline 的时互伊maintain都较袂遐尔紧张，所以这是一个解的法度尔。chemical structure， 拢专业专家呢，来，我咱这专家。无啦，我未专家嘛。我有一个现象要跟你介绍，我今年10年我嘛会当做诺贝尔奖。因为我的后边的家人有互人来竞赛，来我竞赛拢超95%拢有 PhD 啊。有一对翁仔某结婚7档拢袂生啦。迄是 SDS 个教授袂生的是讲，我拢袂生，我讲无你来竞赛，无你会生我来拣一个安尼向人的日头甲向阳的这讲竞赛竞6个月了后，佫会生啦，7档袂生，欢喜干的。这头一对是安尼呢，
啊，第二队迄是 computer science， 翁仔某拢会 computer 咧上班。啊，我讲嘿，我有一队来种材料会生意，啊伊欢喜啊呢。哦，啊，拄仔种，啊，我讲你拄仔足骨力来种哦，袂使我种一遍就无来啊。哦，啊，若有一头最好是有一头出来时，就爱来种。啊，拄仔翁仔某来种哦，若天天来种哦，无效哦。哦，啊，若你爱种真板草哦，安尼，哦，啊，着有肥啦，啊啥，阮两个足火皮的呢，啊，阿公因老爸老母为香港来，哦，啊嘛来斗阵安尼呢。啊，这个还较紧，3个月就有啊啦。哦。嘿，啊，即摆最近佫一个第3队的吼。哦，迄因老爸老母讲，我你老板啊，你看有一个孙仔啊，结婚嘛，汝讲几单，我也无甲几单，啊，两个拢医生呢，吼，拢迄个眼科医生安尼，啊翁仔某，啊伊请教足侪医生的啦吼，啊啥物迄个，啊什物个医生啊，讲叫伊去汉尼问啦，啊有坐 cruise 啊，转来都拢无行，嘛无效，啊尾后我讲迄个，我有两队来种了，会生呢，讲。因老爸老母欢喜甲呢，讲，啊无甲试看嘛啥？你是住洛杉矶呢，爱洗车1点钟来2点几久安尼呢？最近我讲爱啥无来，讲有行啊啦，讲3个月啦，啊毋敢佫走来行车佫去咧，3队拢安尼。3队拢安尼。嘿，啊，但是我拢有甲看第4轮影，看伊讲爱骗人的啦，啊日头吼拢会冲涨的，吼，啊拢有少的，啊若下雨天你免来无要紧啦，啊有若日头你就爱。你这是啥物原因？你嘛解释看卖，咱合作者研究看卖。我毋知影，哦，安尼这咱就。咱来投资。迄个报酬率真悬的，遐也无几队啊，是。这是安尼啦。这个 depression 吼，今嘛最近去发现讲北欧的人吼，较容易 depression。日头的所在啦，较容易 depression。啊，所以吼，伫即个我有一个朋友吼，住伫个 Boston 吼，拢若即个寒天拢 depression。啊，讲寒天甲带去 Florida 吼，去度假吼，当然好派，实在无要搬转来。所以即个吼，啊，即马说变做讲，啊，若安尼的时吼，咱来甲用日光灯吼。会来甲照看卖，我做迄先啊有叫做 light therapy， 哦，啊所以即款的患者吼，迄都是甲爱去死阵哦，特别的 depression 是逐个啦，拢到迄个若冬天的时，才会 depression 的，才会人吼，才用安去治疗，啊无亲像你讲3队拢好啦，有诶会好，有诶袂好，哦，所以这甲 sunlight 有关系，所以你叫伊用日头。啊，我本身是若日头照落去到地吼，我转去台湾吼，就拢迄个时间拢会当好势。我转来了，我照日头去游水，啊，就转较紧，毋是讲完全袂迄个时差啦，转较紧。所以这日头，咱讲有一光吼，哦日头白啊，吼，忽然的这光真要紧。啊，做这个讲维他命 D 可能有关系，毋过这已经有证明吼。即来说啦，已经有咧做，所以你大概是因遐是真袂生 depress， 啊照着日头了吼，啊全来说啦，比个 depression 好。对啊，第3队吼，迄斑白色色伊拢也捌，我安尼拢是热啦。我安尼即摆来就来开看板吼。袂使人来，我遐会使。对。啊，翁仔某爱来，毋是甲太太来，我就。啊你迄无排比赛，我系医生。无，啊一定翁仔某爱来。你若无翁仔某来会使啊，怪我来，我就害啊，你对无？中午的那个阳光太强嘛，啊早晚又比较热，啊毋知什么时间的日头上好。哦，我有试过啊，会知是的。morning sun 较好，因为我试我迄个迄个茶加果子啊，嘿。啊，morning sun 是安怎办法？因为迄顶嘛还无真侪 pollution 吼，啊，迄直接暂时讲较新鲜咯。来，张老师，你准备就来请我来讲。我爱恁大家去想啊，甲老师啊我啊这朋友哦。而且哦，就是讲，我要甲你讲安尼啦，咱吼用这个名叫做圣经甲口号，中心吼袂使甲咱讲过，啊
你都爱拿钱来，因为这是重要的代志。所以吼，抑搁一个法度吼，若要有较侪人来吼，就是中心有一个科学讲座。我是你甲这里咧讲，全一个月一摆，科学讲座无圣经。啊，人讲叫我吼，毋是为着圣经吼，叫我来这时间来讲，我都当大学讲为着我，所以爱着看要安怎来做这个代志。所以你有啥物？我较休息。不是，我知。我是哦，这讨论足好，I open mind。所以也是讲，我再来是要讲什么地方？我咧讲这地方吼，因为咧讲的是起初开始是 science new finding， 讲有创造一个新的 cell。而且到底安怎？我意思讲，这实在是大家了解非常清楚，我从不能讲。了来，大家爱要知影讲，到这180是什么？180是什么？你脑的什么所在？咱迄种讲了啊，讲真济。像今仔日到这，恁爱要知影咩物事？第六英文的。有啊，这就是我才咧讲，一款人，这一款的这个 sound 的 memory 做简单，听到了，我就告诉你，可能去以后会注意。